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3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新北幼稚园饲药案件继续拖，新北市长侯友宜参加议会专案报告，强调无包庇，且检方赶紧调查。国防部推出全面国防手册新版本，列出7项战争时的危机处理，教民众面对敌人威胁，要保持冷静。高雄有民众找业者来卖糖，业者出农药，害厝住一口罩4个人中毒，查某囝过身，医生是判业者要关2年。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新北邦桥幼稚园饲药的案件。新北市长侯友宜今仔下晡参加市议会专案报告，有立委就指控市府4月就接到真情啊，煞甲这案吞掉。不过侯友宜是强调无包庇，且检方赶紧调查，免客气。另外，国民党议员刘美芳捌讲4月接到家长真情，伊即阵是回实的，讲家己时间讲定大去。新北市议会13下昼针对幼稚园饲药案开议专案报告，市长侯友宜下昼结束蘆洲区行程了后，临时出现议会，针对有委员指控市府4月份就已经接到饲药案真情，侯友宜严正驳斥。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伤害。新北市政府如果有任何包庇的事情，也恳请检察官借这个专案快速的查办，都不要客气。侯友宜大约3点半进入机场进行报告和接受质询。国民党议员刘美芳先针对捌讲4月份接到家长真情，讲唔到极强回实的。民进党议员是轮流一直讲市府处理消极，甲侯友宜上初定调告诉饲药啊造成惊吓。5月12号的时候接获澄清，所以我在这里先跟市府还有各位社会大众鞠躬道歉。因为4月份这个数字造成整个社会恐慌啊，这已经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了嘛，所以请警察局立刻或者是保安局好不好？立刻去查，在这段时间有针对这个事情造谣的，全部送办嘛。你还不知道幼儿体内验出的苯巴比妥来源是什么，对还不对？现在是由司法在侦办当中，我想司法一定会误打误撞。由议员即期一开始讲饲毒，后来佫变做饲药啊，到底药啊为倒位来？佫认为检调约谈交保完，又毋过交保金额伤低。今天这个东西，它虽然是一个医师的处方用药，如果非医师的人这么做，他可能会涉犯到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那是非常重的罪。如果是我在侦办这个案子，这个被羁押的几率是很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老师被收押，到底问题在哪里？如果今天很重要，检察官一定要立即收押，如果没有办法立即收押，就要再补充证据。新北幼稚园饲药案第2批12名囡仔的尿液检验结果早起出来，拢是阴性，目前送检的26人拢是阴性，另外增加1名就医的囡仔，总就医人数来到27人，尿液检验结果上近2天了后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性骚扰的事件继续爆，一个前外交警官就指控外交部涉黄前官员伫5当前甲性骚扰，外交部表示会主动来调查。另外，宜兰一个细寮消防员甲新北细口的消防员，互指控伫 KTV 唱歌的时阵，甲查某队员性骚扰。细口的消防员互记过2届，那细寮消防员是发表声明，坚持家己的清白。一个前外交人员12日面册公布，2017至2018年去日内瓦国际 NGO 涉悉外交部姓黄的前官员，不过不时收到伊传的性骚扰消息甲不实的相片，嘛讲到事后伊无申诉性骚扰的主要原因是惊影响到职业。准讲2022年伫外管司职，不过也是无度放袂记哩。当事人愿意提出申诉，外交部会受理，然后由召开专案小组来展开调查。如果当事人不愿意提出申诉，外交部也会主动展开行政调查。另外，前波兰驻台副处长李波和女性指控性侵害，波兰台北办事处12日声明指出，反对任何形式的骚扰侵害，暗过性骚扰争议一直变。新北市消防局4科的队员甲宜兰县消防局4寮的队员参加高级救护员训练，可能指控伫 KTV 对2个女队员性骚扰。新北市消防局已经甲记过2届，宜兰消防局嘛开始调查。按照新北的这个调查结果进行了解，有关行政调查的部分，我们今天已经请去受训的同仁回来了解状况。被指涉的这个同仁
他坚决否认有这件事。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假日，而且是在新北受训的期间基本上是跟宜兰消防的一个业务比较没有关系所以这个部分原则上应该会在原职务来做一个继续服务。互人指控性骚扰的宜兰县寮队员发声明讲，绝对无性骚扰，愿意接受调查。另外，国防部军情局死亡的参谋官3年前伫汽车内强揽女同仁，互人认定性骚扰，记一大句处分。不过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不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认定处分无成误，驳回诉讼。记者综合报道。前13晚有民进党的前党工指控前副秘书长林辉环对性骚扰案件处理无妥当，党内扫影啊。虽然党内认为林辉环无违反规定，不过林辉环今仔日宣布要退选立委。这段时间经过审慎的思考，那我决定退出2024年这场立法委员的选举。那虽然中央党部所做的调查报告已经厘清了事件处理的过程，也厘清了我并没有吃案或包庇，但我想，作为督导部门的当初的长官，我仍然应该要以更高的标准负起政治责任。林辉环讲，顶礼拜就暂停选举的行程，配合调查。针对退选的决定，有和党中央沟通。民进党本地定照林辉环参选台北市第3选区的立委，对手国民党王宏维就批评林辉环和前新竹市长林志坚当初时的退选声明拢同款，拢在闪责任。啊，那环保团体地球公民基金会执行长蔡中岳嘛，互指控讲对下死性骚扰。目前这代志还未查清楚，不过地球公民基金会昨暝已经宣布要甲蔡中岳解除聘用，成立调查小组。地球公民基金会有一个前员工伫面册亚康执行长蔡中岳，10当前捌甲性骚扰，而且苏当时的董事长甲主任拢唔处理。基金会透过面册宣布甲蔡中岳解除聘用。另外，针对最近爆出来3件性骚扰的指控，嘛拢已经启动性平调查。来看国防部去年推出全面国防手册，内容防质疑无实用。今仔日是佮推出新的版本，列出7项战争的时阵危机处理，甲民众面对敌人野情威胁，接领徛家就要保持冷静。嘛讲到战争的时阵会启动分区供水。台海情势严重，国防部去年4月推出全面国防手册，防批评无实用。经过超过1年，召开几摆跨部会会议，立日专家会谈意见13推出更新版，48页内容分兵时准备甲战时应变。其中战场规矩处置是这摆手册一大重点，协助民众战时合适生存自主。提醒民众，战时遭遇敌军攻击时，相关的状况应处做法。有助民众适切应处，在民众对各类型灾害应变做法方面，提醒民众遭遇战争、火灾、爆炸、建物倒塌等应变措施。手册列出7大项战场规矩处置，包括拄到飞弹爆炸，要由下面往外口逃生；拄到社会人行为异常，要提高更加新保持充足的逃走空间。面对敌人野情威胁占领主体，动作百万唔通用建议也是动作假使，避免刺激敌人。拄到突发攻击，用手巾仔挡步，按住喙片，赶紧离开，免令核武攻击，真紧密入室内，门窗关起来。我觉得看到这个可疑的军事行动的征兆的时候，其实民众要第一件事情是要马上理解自身的安全开始，可能是处于一种相对来讲受到威胁的状况。在战争中，民众的第一要务还是自保。手册也详细记载个人紧急避难包、家庭爱用物资，只是也立入太阳能电棒，好用结果歹处理引起质疑。倾向手持式的发电机，这部分我们也有在做。紧急避难包内容物的研讨，在避难包的部分，包含它的内容物，也都会在明年，民安万演习都列入重点验证科目。针对停水的应变措施，旧版手册爱民众卡客户询问，新版手册有更新指出，暂时启动分区供水，会透过宣传车加广播宣导供水站的位置加供水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新版的全面国防应变手册用刀片甲民众分辨咱台湾的国军甲中国解放军的清差。那3科的色水无同，名牌嘛各地无同位。不过有专家认为讲，安尼生要无够清楚，建议国军爱参考乌克兰白黄时代，互百姓一看就知影较好认。
中国无放弃武力还台，那执行两车登陆作战，立刻到城镇，民众安怎分辨是敌人还是咱的部队真重要。国防部即摆推出新版的全民国防应变手册，用多门教你用服装去分辨。也可以很清楚看出来，我们国军跟共军的这个作战服装的确是有明显的差异。好，那至于这后续如果共军他们有持续更新他们的服制的话，我们当然也会适时的做更新。国军的服装主要是数位迷彩，海军陆战队是好版迷彩，用陆军来做例，正胸孔有名条，互你看；正手骨有单位，倒胸孔有军种。手证嘛列出强军4大服装，分做热天和冬天的训练服、水家服和训练大衣。色水是较笑，正胸孔有军种，和国军无同的所在是，因的名牌伫倒胸孔。但是专家讲，认真的时阵也是真歹分，建议参考俄军白黄4大。你对现在的数位迷彩可能也不是那么了解，那所以他都不是很清楚状况下，更何况很多比如说女性朋友，她以前是没有当过兵的，她对迷彩服可能概念就是花花绿的，这就是迷彩服。所以重点是说，我怎么样用一个简单的方法，让民众在很远的地方，或者说在50公尺外，我有一队阿兵哥走过来，我就能够去判断说，原来是敌军，我赶快找地方躲起来。针对中国军机军舰一直绕台，中国军机是分2路穿过去第一岛链，第二有法度防控台湾南北空的海峡控制1岛3级。安尼，咱的国军要安怎？有相关的对应的一个计划跟准备，譬如说像反封锁，还有护航的一个作战等等的这个部分。我们也都会纳入在这个相关的作战计划或者是相关的演习里面啊，来持续的来强化我们这方面的一个能力。国防部表示讲，针对强军的意图，国军有无同的判断，情报部门嘛检视强军犯台的行动，做出对应。记者综合报道。台海两岸局势紧张，美国媒体报告，美国当咧制定甲踮台湾的美国侨胞总撤离的计划。不过白宫表示，目前无这方面的打算。那咱台湾的外交部嘛强调讲，有确认过啊，目前无任何一个国家咧演练撤离踮台湾的侨胞。强军对台继续军事施压，美国媒体《新书报》报道，美国政府反对台海紧张局势提悬，今麦制定伫台美侨撤离计划，不过北京无承认有任何现象表明需要调整这项政策。It's not routine U.S. policy to evacuate private American citizens from areas of conflict. And there's no indication at this time that current conditions in Taiwan would warrant any reconsideration of that policy. 所有国家的驻外管处都有紧急应变计划，也会定期盘点检讨。但是经过外交部一一的确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在演练台湾撤侨，就是没有这件事情。外交部表示，无任何国家演练撤侨，台海问题国家上高度竞争，美中关系继续紧张。就连军事对话去年8月就登去，虽然双方想要破冰，不过因为中国间谍气球的事件，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2月访问中国话停。今晚布林肯风声10月要访问中国，所以因为美国指中国伫古巴设间谍基地，恐惊为访问中国增加变数。Nothing's changed about the fact that we understand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tense right now. And nothing's changed about the fact that the president wants to keep the lines of communication open with the PRC. And we talked about this last week, some of the important lines of communication, military to military, are not open. And we want to get them back open. 美国想要甲中国修补关系，不过也继续协助台湾强化防卫。美国众议院军委会公布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内容包含美台联合生产武器的可能，要解决台湾军售项目延迟交付问题。因为66架 F-16V 战机延迟交付，原本2017年就届满售期的幻象2000战机，传出军方评估后勤做好的情形之下，搁延役10年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部连续2日上大雨，高雄林雅到路边的树仔倒落来，差一点就陷着车。高雄中学嘛，因为积水有涂杀受入来运动场。加在这大水后，解除考化，高雄的水情灯号已经转做青灯。气象局下晡嘛，针对屏东、高雄甲台南发布大雨特报，嘉义县市是大水雨特报，提醒观众朋友要爱注意安全。倒去的树，离汽车无到50公分，差一点跌着车。高雄13透早搁落起大雨，连雅寮区福建街发生路树倒去的事故，大概4公尺的树仔占据大路一半，永公司协部赶紧派人来处理。连2日大雨造成不少地区因为排水被污刷积水。
高雄中华十里运动场竟然出现土石伫水中游。疑似是为大排顺水流一路修进校园，事先看到情绪化，赶紧先接近校园的生态池。地下水位高吼，对，所以短时间强降雨之下的话，造成这样的积水。走过去就看到有一条黑色鱼游过去，就觉得还蛮稀奇的。大雨也予高雄水情定好，专登去车顶解读可汗。屏东邦寮杜云路十里也有路树因为雨伤大倒去。警方到达现场后，先行维持现场秩序，并通报台电、乡公所及相关权责单位协助处理。受地流方面影响，下昼恒春半岛继续落大雨，应管超过2公尺，予垦丁沙埔插红旗，提醒民众唔通从事海上活动。那在东条线前往小琉球的游客，风险拍加交通船一定海。中昼起，岛上搁较是乌云密布，落起大雨。气象局下昼对屏东、高雄、甲台南发布大雨特报，嘉义县市是发布大水雨特报，也提醒民众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新冠疫情，目前单日平均是增加245例本土中重症，35例死亡。变种病毒 XBB 已经成做国内主要病毒株，预估6月疫情会继续咧行。另外，去年台湾人死亡的原因，新冠肺炎是排第3，专家就批评讲防疫失败。不过，疾管署是提出国际数据，强调咱台湾甲疫情控制甲真好势。因应新冠疫苗流行病毒株 XBB 的出现，目前各大厂拢在研发 XBB 这型的后一代的新冠疫苗。我嘅关心国内敢有机会做得到。莫德纳的这个合约里头本来就有包含，就是说如果它有更新它的这个疫苗株的部分，我们就是可以来这个等于说订购这个最新型的这个新冠的疫苗。疾管署的副署长罗一军讲，若莫德纳会当成功研发出会当上市的 XBB 疫苗，就会当照合约，互国人会当伫秋冬的时阵做会到。因为国内的新冠疫情即马嘛是伫个关点，若去看国内最近7天疫情的状况，平均每一日增加245例中重症的本土个案，本土的主流病毒都是 XBB， 增加的死亡案例是比顶一礼拜搁较侪，是35例。死亡的个案内面，除了有慢性病史，搁有57个人是无住满3档，表示疫情搁在观点。这是新冠肺炎第一摆正做去年个人10大死因的第3名，互公卫专家批评讲，超夜死亡就是政府防疫失败的证据。对这罗一军是提出国际的数据，表示台湾是有成功控制疫情。诚恳来面对整个疫情后的一些检讨。不过，如果说我们台湾是属于疫情防疫失败的话，我想国际上是不见得会这样认同的。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新冠肺炎的 Omicron 几乎可以得到0超额死亡，没有一个国家。那么台湾只是这个超额死亡的时间来得比较晚。另外，国内顶礼拜是出现第一例囡仔交导组的个案，确诊的囡仔已经出院自主健康管理，含伊做伙住在厝内人含幼稚园的囡仔，虽然有人发烧，但是采检都是阴性，无搁增加个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有民众发现厝内家具互糖酒害去，就找业者来灭糖。不过业者出农药煞无讲，害厝主一口罩4个人中毒，4岁查某囝不幸过身。这个业者甲员工去年7月去互检方起诉，一审是依照过失致死罪判业者2年有期徒刑。厝内发现酒糖，未少人会找业者来处理。去年底，高雄一个4楼的厝主发现家具有酒糖，找4年的业者。业者使用极度农药磷化氯烧气用熏的，致使厝主一家伙仔4个人隔天出现胸坎杂杂、吐才会中毒的症头，其中4岁查某囡仔不幸死亡。业者予高雄地方法院依照过失致死罪判刑。过失致死罪处断，审酌被告以明知含有磷化铝之农药好达胜具有剧毒性，不得使用于一般住宅内，及侦讯期间不得居住于该住宅内之事项，告知居住在该住宅内之人，造成一死一伤之结果。业者判2年有期徒刑，员工无法度证明知影，所以予地方法院判无罪。双方对于判决内容无愿意搁加讲。其他猪糖业者是讲，主体装潢猪糖大部分用喷的，因为用烧气熏的方式，虽然会当快速有效，但过家电用品较会歹去，而且有可能拖去其他的所在。磷化铝啊，或用溴化甲烷这一种东西的话，是属于农用。农用的话是在于谷仓或者是在货柜进出口货柜里面做那个消毒。磷化铝是农业会规范的结构性农药，要有大品农药专业证明才会使各位使用。
动物专家提醒，磷化锂拄着水会产生磷化氢的有毒气体，致死率达到6成。它是这种剧毒的气体，它会导致缺氧、多重器官衰竭，包括呼吸衰竭、心脏衰竭、肾脏衰竭。然后会有生命的危险。医所甲业者是讲，烧气粉的方式如同爱离开现场，结束了后爱3-5天才会使使用，互有毒的气体会当散去。另外，事后嘛会当用清水拭家具也是涂骹，确保农药袂残留。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2023年全球核武的精细报告。报告指出，掌握全球要9成核武的美国甲罗西亚。核武的数量是保持稳定，按照中国核弹的数量虽然无遐济，不过增加的速度真紧，是牵动国际局势上大的变数。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设立的推估，中国的核弹头数量伫2022年一月到2023年一月1年内，大量增加17%以上。虽然比美国和罗西亚总数9000几粒的核弹头比例也小，不过增加的幅度却引起各界的关注。China in particular, we register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uclear warheads over the past year, up from 350 warheads to 410. 这几个少数的核武大国发射核弹头的平台，合作核武铁三角，包括陆地发射的洲际弹头飞弹 ICBM， 甲江南发射的 SLBM， 还有安装伫大型轰炸机的核弹头远程巡游飞弹。因为中国伫空中甲水下这两个平台和美罗差真多。所以，2021年卫星翕到中国伫西北地区起造上少250座 ICBM 地下发射器，相关的国家拢真关心。It looks as if China may add more nuclear warheads at about the same pace that it is now, or a little bit more, for the coming years. There has been satellite evidence of quite a considerable program of building of missile silos. So I would estimate approximately that it might have 1,000 nuclear warheads by some point in the early 2030s. 虽然美罗双方先后退出核武裁减条约，像是俄乌战争后现阶段无可能有任何谈判，不过失不率保持乐观，认为美罗甚至中国有可能透过幕后管道继续对话。When the situ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war in Ukraine changes, however that may be, it could be that the three great powers are in a position to be able to discuss somewhat openly and quickly and come to some kind of new agreement. 除了美罗中三大国持续对立的印度、巴基斯坦、中东的以色列、伊朗、东北亚的北韩，虽然核武数量无多，嘛拢对区域情势有相当影响。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法国今年1月到5月，拢传出有学生因为防霸凌转行底路，引起社会关注。教育部长是向下令，要求大专院校这礼拜爱举办1点钟的反霸凌演习。不过教师工会批评这决策伤赶，无时间准备，而且就算举办演习，对改善霸凌恐惊嘛无效果。法国伫今年1月和5月的时阵，有一个13岁的查甫学生和一个女学生，因为伫学校被欺负，和伫网络顶悬被骚扰去自杀，引起社会真大的关注。受到各界压力的法国教育部长恩迪亚耶，礼拜忽然间下令，爱大专院校这礼拜爱办1点钟的反欺负演习，帮助学生了解讲使用社群媒体应该要有个人的责任。所到来中学嘛爱照办，但是引起法国全国中等教师工会不满，批评讲教育部长这个决策伤赶伤老扯，无互因时间准备，而且想到就要做，效果嘛袂好。En dehors du fait qu'il n'a jamais répondu à la question des moyens. Or, on a besoin, pour prévenir le harcèlement, pour lutter contre le harcèlement, on a besoin de moyens supplémentaires, on a besoin d'adultes, tout simplement, on a besoin de surveillants, de CPE, de psychologues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Et là-dessus, il a quand même soigneusement évité la question. 另外，恩迪亚纳嘛要求全国7000间大专院校拢总340万学生的校长，若个面对学校有欺负的事件的时阵，爱组成专案小组辅导需要帮助的学生。今年5月自杀的这个13岁查某囡仔林赛，伊有到维严书说明过程，一开始是伫学校和同学黑白乱骂，所落来伫网络顶嘛一直骚扰，而且有9个月这么久，互伊真痛苦，成绩嘛变歹啊，伊真侪摆求帮助拢无效。Au niveau du dialogue,
On n'a pas senti vraiment affecté par la situation de notre fille. Maintenant, on attend au niveau des actes. On a invité M. le ministre à participer à la marche blanche. On espère qu'il viendra, qu'il sera présent. Mais pour nous, c'est pas suffisant par rapport au contenu du dialogue. 根据上新的调查，法国有10%的学生伫学校被欺负，8岁到18岁少年人内面有2成是网络骚扰的受害者，而且其中有51%是平均年岁才13岁查某囡仔。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来看非洲国家坦桑尼亚法律允准满14岁查某囡仔，只要父母或者是法院同意，就会当结案。即使当地有3成的查某囡仔还未满18岁就结婚啊，影响因读册甲接受教育的权利。当地都有人权团体推动禁止囡仔结婚，却引起保守派反弹，因认为这是咧破坏传统。 带学生囡仔做伙唱歌学习，伊是非洲国家坦桑尼亚性别平等运动人士古米，也是伫当地正积极伫推动废除同婚制度的人。It's important to stop parents from allowing their girls to be married off at a young age, but it's even more important to push the government to issue a law which bans underage marriage. 坦桑尼亚的法律规定，男性爱满18岁才会使结婚，毋过允准刚14岁查某囡仔，若是有父母也是法院的同意会使结。查某囡仔若是伤早行入婚姻，较会因为家庭也是有新的因素休学，失去受教权。古米2016年提交请愿书，要求政府废除同婚相关法条。坦桑尼亚的高等法院随后裁定，未满18岁查某囡仔结婚违反宪法，要求政府1年来修法。毋过坦桑尼亚政府一直无作为。 一直到最近，官员才开始考虑修改婚姻法，毋过拄到真强烈的阻力。We faced a lot of challenges. Sometimes members of our community think Rebecca is working for foreign countries to destroy our norms. But we have to stand for our nation and fight against the local ideology. Because we love our community and our nation.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坦桑尼亚每10个查某囡仔都有3个同年时期就结婚，部分地区同婚率甚至比50%较悬。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来看英国有学校开发一种生物鉴定 DNA 技术，针对咱人无共空喙的类型，刺激皮肤的修复系统，让空喙收缩得较紧。 这项技术对一寡因为溃疡爱锯断脚骨的糖尿病患者来讲，绝对是一个好消息。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生物学家 Magdalene 当地用这患者暂管的皮肤组织进行上新的伤口收缩试验。伦敦帝国学院团队新开发一种叫做坎曼达娃娃负载转生分子，透过单一的 DNA 基链制作，会当激动体内修复系统，促进伤口复原。 英格兰地区每年都有6万人受到糖尿病引起的脚部溃疡的痛苦，真侪患者到尾也就要截肢，其中有半数的患者5年内就会过身。这项新的技术对着因来讲，确实是真大的好消息。We put the sponge into the wound, and we incubate it for 6 days, and then we compare to see if the sponges with our technology has more skin growth into the sponge as compared to the ones without. 经过6天的培养，一般细部处理的伤口差不多拢无生出新皮肤。不过经过坎曼达娃娃负载分子所处理过的细部，亲像抹一个无形的药膏，会当快速锁定空喙伫复原的时所需要的蛋白质。黄色的部分就是发出来新皮肤。人体照相了，细胞会亲像蜘蛛，踮喺蜘蛛网顶头刷叮当。 吸到伤口里面加完蛋白质价，这款的接触会牵动指甲，叫醒内底的蛋白质，进一步互受伤的组织收缩。也若看板的娃娃负载分子，就是用来重现这种自然的复原方法。For current technologies, usually the way they deliver the proteins is either through a spray or a gel. So it doesn't really integrate into the wound, it degrades very quickly. But this one, so it can take on the shape of the wound if you like. 这项上新的空喙复原技术，嘛利用到纳米科技，所以嘛会当用伫无同的器官顶头，而且嘛会当更加精准锁定伫空喙复原。未来有侪应用的所在。公视新闻金元庆编译。
台中雾峰分局侦查队有一个细老的小队长赖新通外轨，涉嫌甲毒品犯讲警察行踪。台中地检署昨发动搜索，甲这个细老的小队长收押禁见。办公室拄逢敲找了，气氛真歹。台中市雾峰分局去年7月侦办网络卖大麻毒品的案件，要去找源头所情的时阵，发现讲嫌犯疑似先知影警方的行动，怀疑内部有人泄密。经过调查，发现讲侦查队细老的小队长有动嫌。台中地检署12是对伊的徛家车和办公室来敲找查扣证物。因为我们在搜索当中当然就是会发现跟我们的要预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地检署带我们相关的单位所以来我们各单针对这个刘姓的住处还有车子，还有他的服务的地方来搜索。雾峰分局表示讲，细老的警员已经做警察20多冬。台中地检署指挥内政部的警政署正方室、台中市警察局的督察室和正方室，和雾峰分局是做伙侦办。敲查的时阵，大部分的当事拢唔知影。台中地检署伫核实了涉犯刑法、贪污治罪条例这罪嫌，而且上轻的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用法院申请期也嘛准啊。刘姓被告涉犯刑法之公务员登载不实准文书及泄密罪嫌，贪污治罪条例之对于违背职务行为要求契约贿赂罪嫌，其罪嫌重大，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获准。台中警方是爆发重大的经济案件，雾峰分局即马已经依法甲细老的警员停职，阁会看后壁侦查判决的结果，该甲伊调去穿制服，嘛调整服务的地区，嘛会追究相关人员可监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顶几日有一阵中国人坐游船要去日本，因为拄着风台，暂时伫咱偏澳的马京靠港。照理来讲，这阵中国人无签证袂当上岸。不过马京上港的副所长煞违规放因入来，佮提醒因讲爱细字莫互掠着，点名的时阵人爱到。这过程拢互翕落来，放伫网络顶悬。海巡署表示，已经甲这个副所长调职，嘛会加重处分。我们现在是环球旅行的第一站，中国台湾省的澎湖。因为我们没有入台证，但是我们还想到岸上去品尝美食、欣赏美景。那我们到底能不能登陆呢？外国游客入境台湾爱签证，中国目前依然禁止来台自由行。不过，这阵中国籍人士坐游艇因为闪风台，核准停靠澎湖马京渔港这规定明定花想要到安全公园，竟然很上花，对方将被物件这美食的影片上传到网络社群媒体。我知道你们今天上午也跑掉了啊！以我的角色，我来点名的时候，你们要到，就这样。好，我一定会说，就我有去管制你们。好，是你们自己跑掉的。假如你们真的要，自己小心一点啊，不要被抓到。这影片4分钟外，记录不少上风队会现任副所长除了违规放人，佮考试海关移民准1万单，引起争议。他不仅把法律解释给对方听，还提醒对方要小心一点，不要被人家看见。这是一个怠忽职守，这是渎职，这是公人员不作为，他犯了太多的法律。这架圣克里斯多夫籍的游艇船长是比这是中国籍5个人，为中国泉州出港5月之前，因为闪风台，核准停靠马京第一渔港阿哥码头过程中，马京上港副所长的不当发言，会依法检讨党法。A 船船员如需上岸，依法需向移民署提出申请。本案马公上港副所长不当发言，除立即调整为非主管职务，并依法检讨重惩，绝不宽待。同时追究相关人员行政责任。这架游艇6月7号早起8点半离开码头去日本okinawa，不过船员无照规定申请违规上岸，加上香港人员不当发言，凊彩行事，让台湾海华国防出现漏洞。记者综合报道。昨年12月底，有一个姓林的查甫人驶车到宜兰的大溪渔港，煞无细致，甲车驶落海。这个查甫人认为港口无防护设施，要求国家赔偿100万。一审是判赔6万外块，不过高等法院今仔日2审确定该判免赔。
轿车进入大溪渔港，直直向前开，连人甲车落落海，车等的逃生保条性命。驾驶姓林的查某人主张，因为港口岸边拢无设连啊加石墩这的阻隔设施，减少风雨，伊才会开车落落海。除了惊到车嘛拢报销，包含财损甲精神赔偿，提国赔求偿100万，一审核判6万9千外块，双方拢不服提起上诉。13高等法院改判免赔定案。上诉人主张应该设置的链条、阻车原石等阻隔设施，并非渔港法所规范的基本设施，即不能认为被上诉人就公有公共设施的设置或管理有欠缺。营护机关宜兰县渔业甲海洋所除了互人认定管理无确实，合议庭检视当时的画面，自年下晡4点外，也认定路面的视线良好，路面甲海面分界正清楚，一般的车辆未直接落落海。就是因为他那边没有设置那个防护措施，所以导致他整个车子坠海。可能要看到判决的理由之后才能够做回应。判决的内容是认为说我们公共设施的一些管理是没有欠缺，但是一些安全的维护的部分，我们还是会继续把它加强。点火现场就伫大溪渔港旧港区属有渔业作业区，入口的所在已经有架设告示牌，提醒一般游客唔通进入。海巡人员往那加强巡逻。我们是24小时的不定期的来做一个巡逻，然后再加上我们港区这边有设置一个港区的监控系统，然后由值班那边来做监控。是毋是爱设护栏，都爱综合考虑渔民作业等等。现阶段就靠真侪项告示提醒，各加海巡巡逻的方式，防止落落港的事件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扩大厝税补贴专案今年7月要搁施行，不过18英号接到通报，讲有厝头家甲厝卡拍假契约，明明住伫新北，煞用台北的地址来申请金额较悬的补贴。警方对早甲这个厝头家甲6个厝卡拢移送法办。我们是警察啦，我们新北新大的啦。开门现场，警方上门调查，开门的女子亲像无啥了解状况。新北市乡大协部永和地区有厝头家涉嫌联合厝卡，占领内政部去年推出的300亿中央扩大租金。为领取较高补贴金伪造房屋租赁契约，填载不实之租屋地址向营建署诈领租金补助专案补助款查扣伪造房屋租赁契约、手机等证物并将房东及租客带案侦办根据调查，这名厝头家已从新北市永和地区的公寓面家分租户几个厝卡，逐个月收税金超过5万。结果为去年8月开始，以父亲名下台北市的厝的地址，使人厝卡申请金额比新北市县的租金补贴搁输下8倍。警方搜证对查，顺线逮捕厝头家甲男名厝卡，会以诈欺定罪嫌疑上。无论民众检举至行政机关或营建署，300亿元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之作业规定，对于租赁契约有虚伪或不实之情事，都会追究相关刑事责任。营建署指出，112年度的300亿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会伫7月再次开办，呼吁民众唔通因为小花钱就以身试法，若无会面临刑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关西牛栏河，这2日拢会当闻到亲像烧塑胶的歹味，而且水面阁有铺一层油，水质受污染，害真侪鱼仔拢死去。环保局接到通报去现场调查，怀疑是附近的工厂偷排废水造成污染。河川顶面不一沿柑仔色的泡，现场阁闻到亲像烧塑胶的臭味。另外一边有鱼仔因为水质污染关系已经死亡。民众讲，自礼拜日暗时都有闻到臭味啊。因为很凉快，把窗户都打开来，就睡觉嘛，就一阵一阵的那个，就是这个甲醛的味道。太可恶了，这个天谴啊，做这个事情啊，这样不行啊！你全部鱼都死光光了。因为这次的污水排放啊，确实造成我们除了我们关西的饮用水自来水都有问题之外。那甚至整个污染已经影响到我们的下游新埔地区哈。牛栏河是关西镇真重要的河川，也是洪山溪的水头，废水对洪山溪流落去，影响到其他的地区。环保局接到通知，遂来到现场采样，要抓出造成污染的凶手。我们在河川采样，那也用燃油锁跟吸油棉将比较浓的部分先把它燃除下来。目前也采水样以及
废弃物来做比对。目前环保局已经查到附近有工厂因放废水的桶仔是空的，推测有可能是因偷盗的。若是经过比对了，确定就是这间公司会移送检调单位处理，让不肖业者得到法律的制裁。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苗栗永和山水库风景真水，不过附近的山区常常有狗仔咧乱踅，会工作造成事故。动物保护防疫所去年就掠买1000只狗仔甲猫仔，有关是赶白虎因咧拖的速度，呼吁民众唔通乌白放杀狗仔，或者是来遮乌白饲因物件食。只要有人骑车经过，狗仔就大声吠，无就入过去。苗栗县永和山水库边仔的山区，民众反映讲，常常有人和狗的冲突，甚至影响到交通安全。我常常给他追到跌倒，我看了一肚子火。我每次在那边都给他追到怕，那个越来越多。他怕人丢，去捡起他，你要养到底，不然的话看什么处理，就到处都是，这辆车子咬人家。根据苗栗县动保所列管的22个四界数的狗仔常常出现的所在，甲永和山水库边仔的山区列作第一个爱处理的所在。规年掠到3000只四界数的猫仔狗仔，这就占1/3。但是掠了同款是一堆。动保所讲，因为民众一直伫遮甲狗仔单掉，无就去饲狗，无就甲因掠到的狗仔放走，结果这狗仔就一直生拖落去。动保爱心人士、喂养人士不让防疫所。又捕捉，然后就把它破坏，或者是抓到把它放走。我们去抓抓节育的速度赶不上他们喂养、放养跟弃养的这些繁殖的速度啊。另外，包括火焰山、关岛一束控制就好生团的所在，嘛拢有一堆这种四界数的狗仔。苗栗县府强调讲，逐礼拜拢有派人去掠，而且伫现场嘛有放告示牌，禁止民众甲因饲。但嘛承认目前是无法度会当管，呼吁民众莫乌白等狗饲狗。记者综合报道。超过35年以上的古董车，若准符合条件，上紧年底就会当领牌驶上路啊。交通部推出古董车的专用号牌，上紧12月开放申请。不过限定礼拜、休困日或者是纪念日才会当驶上路，而且嘛袂当上国道。违规者会罚900块到1800块。有人真介意收藏古董车，毋过无牌无法度驶上路。交通部为着鼓励文化保存，佮有记录历史，参考国外古董车的相关规定，建立古董车专用的牌照制度。这样的号牌推估就是汽车跟机车各大概可以有6560副了哈。那有关它的规格、材质、防伪辨识啊、治理式样都和现在新型的汽车的号牌是相同哦。交通部表示，古董车的标准是车龄超过35年，爱摕到原厂或者是代理商的古董车证明，车辆的装备爱完善，而且是也未报废的车辆，嘛干那会使伫礼拜、纪念日或者是其他的休困日来驶，只会当伫有登记的管区拍照，袂使驶去高速公路或者是快速道路。他如果是违反了这些管制规则的话，依照我们这次新修正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5条，会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他领用的古董车专用牌照也会被扣缴注销。交通部目前规划大约有13000多张的古董车牌，按算伫12月开放民众申请。记者柯家山张玉随台北采访报道。来看彰化县今年要拍卖29笔到大约为2300款的土地，拢是参考市价定介绍。其中一笪伫彰化二水3.7坪土地，不过要拍卖产权敢若1/1000，差不多是10平方公分，底价是开105块。伫自助餐店，民众的心内拢伫折算盘，硬一个鸡腿饭，拢爱开100块左右。也毋过你敢相信，只要100外块，就会当买到土地咧？那是土地吧？应该也要2万吧。这块土地是位伫彰化二水，这间民家厝的后壁边仔阁挖着水沟，属于主体用地。彰化县府会伫6月正向标售，这个地号的总面积只有12.36平方公尺，是10个人共同持有。其中被标售的范围只有大约1/1000，换算落来，被标售的面积大约只有10平方公分，标售的底价只要105块。这个地方我们会参照市价，参照市价，那我们有一个底价的审核小组，透过市场机制来
决定它最终的一个得标价格。虽然这块地是主题区用地，也毋过会当讲是机能地中的机能地，范围比一张 A4 的白纸搁较细。那这块特别安怎用，民众看法拢无共。迄该讲买就爱甲买起来，咱这后日啊吼，要创啥才方便。这块遮大的土地，你完全你无法度使用啦。连徛都无得徛吼。哎呀，真的没办法。我都讲还比他还大。中华关府进一步说明，光复初期全国有未少产权无清的土地，到即马也阁有真侪找袂到所有权人。中华关有3645笔这款的土地，所以以地籍清理条例为2011年开始标收，到达也阁有668笔，各种地部拢有，也会伫今年度标收其中的29笔。这个月30进行今年第一摆的标收，若讲2摆公开标收无卖出去，伊规定会依互各产署登记做国有，由国家处分还是管理活化。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的幼儿园因为饲药案件引起家长、老师甲幼稚园的注意，为着要互家长放心，避免争议，嘉义市设计新版本的饲药记录表，要求老师爱看到药袋药单甲记录表，才会当甲囡仔饲药。倒出来之后哈，放药啊，盒仔内底一包一包药啊，拢是家长委托幼儿园的。老师要甲囡仔饲药进前，毋但要遵照药袋顶悬的使用方式，搁要详细甲记落来。这张新设计用药记录表，就是希望建立家长对幼儿园的信任。会使互阮更较了解讲婴仔什么时阵食药啊，然后会感觉讲足定睛会知影讲长的时阵，什么时阵阮该饲第三剂药啊。喂药的一个 SOP 呢，打在所有我们的制药盒上面，让老师能够很精准的去按照我们上面所写的 SOP 去做到确认、确认再确认，然后呢，再透过所谓的家长委托的一个委托单上面，老师就不容易去所谓的在喂药的部分出现一些所谓的错误。新北市幼儿园饲药的事件受到真侪家长的关心。嘉义市教育处配合幼教业者，重新设计新的用药委托单。嘉义市幼儿教育协会讲，完整记录饲药的过程，互家长甲幼儿园双方拢会当较放心。这个喂药单对家长、对学校然后对囡仔，拢是一个证据的这个表现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物件。所以，伫市政府伫市政府还是伫咱中央政府，都基本上咧重视咱囡仔这个过程，然后有做这个是对大家保护。嘉义市幼儿教育协会表示，新北市的事件已经造成各界对幼儿园的无信任，嘛影响到第一线老师的士气。协会讲，大部分的老师拢真爱囡仔，认真咧教，呼吁各界爱就事论事，莫一支滴锅压倒一船在，这对幼儿教育的提升并无帮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台南的乡村国小，因为外海，学校都甲课程结合海洋。伫毕业进前，学生爱通过过百页、拼海报、成本数等等的挑战，完成铁人3项考验，才会当摕到毕业证书。校长讲，虽然听起来是真硬斗，不过上重要的是要互囡仔有爱护环境的精神，甲感恩的心。伫日头骹因拼命咧过牌啊，要完成头一个任务。过程中考验互相之间敢有搭巴？这毋是户外水上游戏，是台南北门乡村国小要互学生毕业证的任务。若要摕毕业证书，就要先通过过牌啊、拼海报等考验。让我得到了很多收获，就是有去净滩啊，也有去帮社会服务，可以防止海洋把垃圾吃进肚子，锻炼囡仔的身体体能方面甲这个品性、德性都可以合一。乡村国小甲外海学校将校本课程结合海洋教育，办小铁人3项考验，完成过牌任务，刷落去校长带头骑铁马，引起附近的海沙堡甲社区摒扫环境。校长讲，虽摸过程真硬斗，不过上界重要的就是要互囡仔有感恩的心，培养咱囡仔会当来关怀咱的社区，再来回馈咱的社区，去咱的滨海游戏区，去遐甲海边的粪扫，甲一寡游客留落来物件，帮因捡的。手奖化，佮加上渔船人口外流，今年毕业生敢若有4位。学校有完真注心，要互学生留下难忘的毕业回忆。学生讲毕业前通过考验，可替家乡尽一份心，互因真有成就感。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
南韩的查甫团体 BTS 这个月要庆祝10周年，那推出新歌要送给歌迷。首年的代表首尼塔，佮有点叫啊式的电火，代表 BTS 的色水，下袂少国外来的迷众来观光。首尔出名代表首尔塔，最近便到暗时就换新衫，发出水水的粉桥啊是光线，现场游客和民众赶紧摕手机啊翕相做纪念。世界各地来赞赏 BTS 风大少年团迷众，欢喜到袂讲得。Merci BTS, on vous aime. I am so surprised and excited, to see the Namsan Tower purple and to see all of event for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BTS. My favorite member is Jimin, but I love all the members. We feel great to be here. The BTS anniversary is such an experience, and being here in Korea, all the way from Mexico, it's amazing. Being here in the tower, in the famous tower, it's amazing. 有7个成员的 BTS 在2013年成立，因用美少年的造型、轻快动感的舞曲、迷人的舞蹈轰动全球，成做头一个称霸英美流行音乐排行榜冠军的韩国团体。2029年 Dynamite 进入美国告示牌8大单曲榜冠军了后 ，BTS 一直推出新作品。虽然目前有2个成员当咧做兵，10周年无法度做伙进行纪念活动，不过迷众对因的支持一点仔都无拍折。顶礼拜 BTS 特别发布新数位单曲《Take Two》，送予歌迷，加上首尔塔的活动，搁一摆成功结合娱乐产业和观光。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天气报你知，未来1礼拜天气拢无稳定，受到风冰影响，南部这几日拢会落大水雨。外山区的所在，爱细致可能会落石头，溪水会熊熊涨起来。拜4到拜6，风面往北边刷动，是第5波黄霜雨落甲上大的时阵，各地头拢要注意上大雨。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25度到32度，中部地区25度到32度，南部地区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25度到30度。外岛地区24度到31度，搁有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晶，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